如果你要支付或確認抽籤成功嘅設施，撳個人中心，撳我的記錄。喺抽籤結果下面撳查看抽籤結果，你可以睇到抽籤成功嘅結果。揀未付款嘅記錄，撳付款和確認。你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撳申請優惠收費。你都可以揀加入設備，撳確認。檢視詳情後，撳確認付款。揀付款方式，撳列印。列印完成，請取回確認通知書。撳確認。申請已獲確認。你都可以重複以上步驟，支付或確認其他成功抽籤嘅設施。